如果野生眉大改造驚喜呈現，快嚟睇啦！香港嘅各位，呢張圖就係我哋野生眉操作嘅前後對比。上半部分，大家可以見到客人原本嘅眉毛唔單止稀疏，而且眉形都唔夠清晰，整個冇晒神采。而落半部分就係我哋施展魔法之後嘅效果啦。你睇，我哋嘅手藝超級精緻，一筆一畫都勾勒得極其細緻。新嘅野生眉根根分明，就好似真實嘅眉毛一樣自然生長，眉形完美襯托出客人嘅眼型同面部輪廓，整個五官都顯得更加立體有神。我哋嘅紋繡師傅有超過15年嘅經驗，唔單止對各種眉形設計了如指掌，而且手法輕柔細膩，使用嘅材料都係安全又有品質保證嘅，大家唔使擔心會有副作用。如果你都想擁有咁靚嘅野生眉，千祈唔好錯過我哋，快啲過嚟搵我哋預約啦！香港美業野生眉，香港美容美布改造。